各位親愛弟兄姊妹、各位嘅觀眾，我唔知你有冇睇上一集呢？我上一集就講由今日開始呢，我就會有講耶穌行一個嘅神蹟。我俾一個名佢嘅喎，呢個名係咩呢？係英文名嚟嘅，叫 Die Hard 4.0。咁點解呢？咁樣其實我幾中意睇戲嘅，特別動作戲呢，唔使用腦啲，等俾我真係休息。我呢就睇過《虎膽龍威》4集，我都睇過啦。啱啱即係舊年前年拍第4集。就叫 Die Hard 4.0，咁咪講電腦。但係 Die Hard 直譯嘅中文名係咩？就死硬死梗。今次我哋睇耶穌行一個神蹟係咩呢？就係拉撒路死咗4日，咁但係耶穌叫從死裏邊復活。原來猶太人佢哋嗰個嘅思維係乜嘢呢？一個人死咗4日呢，係一定冇得救。點解？佢哋相信咧，佢哋嘅傳統思想。一個人死咗3日之內，個靈魂仲仍然附住喺個身體嗰度，但係第4日咧，呢個嘅靈魂一定嚟到離開咗呢個身體，所以係一定冇得救噶啦。而事實上喺整個猶太嘅歷史裏邊咧，從來係冇一個人死咗4日能夠復活嘅。喺舊約裏邊都有復活嘅人，以利亞都曾經叫寡婦嘅兒子嚟到復活，但係點啊？即死即刻救翻佢噶嘛。所以呢一個嘅神蹟係突破咗整個嘅歷史。今日你請你記住，好似死路一條，甚至有陣時陷喺逆境裏邊，你認為已經冇辦法嚟帶佢扭轉局勢。但係神如果介入，有神嘅計劃嘅時候，都可以將一切改變過嚟。係問題你信唔信得過神呢？所以我哋會睇約翰福音嘅第11章，但係呢章聖經係好長嘅，咁所以呢，我就唔會一次過讀晒成章嘅聖經，咁我都會按照裏邊一啲嘅教導同大家嚟帶去分享。但係好渴望你喺下一集收睇之前呢，你不如先睇約翰福音第11章，你就會更加嘅嚟帶去睇嘅時候呢，有一種嘅共鳴。希望我哋唔係淨係睇呢啲節目，你自己多啲研讀神嘅話語啦。